为着提供台南市持续中心学习的长者以及新住民朋友展现学习成果，教育局每一档办理动人100%照片说真情作品定上活动，将相片内容以故事的方式精彩呈现。那就说我既然来台湾很久了嘛，教过快30年了啊，我一个 performer 都不认识啊。来到这边读书的时候，我遇到老师跟同学都比我小孩还小，我更害怕。可是老师跟同学们他们都很热情的帮我读书，让我今天就可得到奖了。得到新住民组第一位海淀高校新住民教育班校员阮氏如霞，分享家己跟老师同学平常时的互动，了解无同国家的台湾文化，品尝异国美食等等。另外，来自中医国小83岁学员王阿敏，以碰风刀分享家己细汉时阵的故事，得到今年的第优。这老师啊，真好，真有爱教，喙阁有看，安尼就是我一直听落去，听个足几摆，要唱国语歌的，要唱日本歌的，阁有看拢出条。活大老学大，那这里我们也要谢谢教育局诠释对诠释所谓的成人终身教育这一块的知识，那我们也在基层持续的来对于所谓的老人，甚至是新配偶代签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传承。为作品当中，唔但看到校园学习成长，也感受到学校老师跟同学和校园的知识甲陪伴，相当的温馨。教育局表示，这种作品将一个新书，和得奖者跟相关学校作为留念。台南市苗春怀采访报道。